主席，幾年前呢，有一個本地嘅電視節目，有一個年輕嘅主持人要挑戰登陸香港179個偏僻嘅島嶼。我自己就冇睇晒所有嘅集數，就睇咗中間1、2集。好多島呢，我就連名都未聽過。呢啲島大部分都係人跡罕至，節目嘅主持甚至乎要冒險去登島。睇完1、2集之後呢，我就覺得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、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嘅海岸線島嶼嘅靚，絕對係世界級嘅。今日劉業強議員提出呢個議案，建議我哋利用得天獨厚嘅資源，希望政府配合政策啦，去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級嘅海上旅遊城市，為無處不旅遊呢個嘅發展方向咧，去提供多一個嘅出發點。呢個理念咧都係非常好嘅。香港旅遊業一向都係香港經濟支柱4大支柱之一。疫情之前，旅遊業咧就佔整體 GDP 4.5%。疫情過後，相關嘅單位即係包括文體局、旅發局以至旅遊業界等等咧，都做咗好多嘅宣傳去推動旅遊業嘅復甦。雖然最新嘅數字就未有，但係按照翻2024年嘅整體旅客訪港數字嚟睇咧，都接近翻疫情前嘅水平。要繼續推動旅遊業嘅發展，我哋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啲嘅新思維、新嘅景點，咁樣先可以打造國際級嘅海上旅遊城市。但係呢一樣嘢咧，係咪又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呢？作為會計師，我就係數字去睇啦。而家一啲屬於國際級嘅海上旅遊城市有邊啲呢？亞洲地區一般就諗到係馬爾代夫、印尼嘅巴厘島、泰國嘅布吉島。有世界級嘅靚海灘同埋海底景色，一年四季都適合進行水上嘅活動。香港有冇可能用金錢複製呢一啲嘅成功呢？歐洲就有水都嘅威尼斯，呢啲都係有數百年歷史嘅景色去吸引全球旅客嘅目光。香港係難以比拼嘅。如果我哋想透過金錢去打造呢啲世界級嘅海上旅遊城市，參考嘅對象咧，可能就要去翻到杜拜，但係涉及嘅投資金額咧，都係一啲天文數字。以香港現時嘅財政狀況，能唔能夠負擔呢？呢啲都係好值得相關嘅當局去考慮。再者，而家有好多嘅離島嘅交通咧，都係相當嘅不便，按接待嘅能力去比較咧，都係好有限。我哋講嘅長洲、南丫島呢啲大島啊，去個週末嘅時候咧，要有過萬人上島咧，都未必能夠應付到。太多人去到呢啲島嶼咧，甚至乎影響整體嘅旅遊體驗。一啲偏遠嘅地方，例如西貢一帶嘅郊野公園，每逢行山嘅季節咧，甚至乎惹嚟一啲旅客投訴交通配套不足。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，因為本身佢哋都唔係預計有咁多旅客突然之間一下子去旅遊嘅。要建設各方面嘅軟硬件去配合海上嘅旅遊城市，除咗資源投放之外咧，都要考慮到我哋環境保育等等方面嘅條件限制。最終我哋要諗嘅都係回報率係咪足以去支撐做呢啲嘅項目。而呢啲發展海上旅遊城市嘅難關，我認為都要一一去考慮嘅。不過，去加強我哋美麗香港嘅海岸線島嶼旅遊，適當更新一啲島上嘅旅遊設施，同埋提供吸引旅客眼球嘅吸引嘅景點咧，亦等我哋香港作為亞洲旅遊城市增加賣點，令到旅客去享受世界級嘅設施同埋美食之餘，亦都可以有多一啲嘅旅遊選擇。政府的而且確係責無旁貸，所以都希望政府能夠去吸取各位議員嘅意見之後，都去推動呢個海上旅遊。本人謹此陳辭。陳祖恒議員。